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4，箴言3章27節安尼講：你若有氣力做好，毋通拒絕，着幫贊需要幫贊的人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有氣力做好，就着幫贊需要幫贊的人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全然信實甲公義的上帝。你是滿有憐憫甲慈愛的天父，主啊，你的恩典何等的豐盛，你的作為何等的奇妙，對日出到日落，你的信實永無改變。主啊，你毋若供應阮生命一切的需要，也將疼甲恩典賞賜阮。阮要感謝甲稱頌你無煞。主啊，佇阮軟弱的時，你使阮氣力，佇困境中，你扶持阮；佇患難中，你安慰阮。主啊，所以當阮行佇你的旨意甲道路，直到得你的施恩甲賜福的時，求你予阮知影通回應你的疼，就是阮有氣力最好的時，就毋通拒絕，也就着幫贊需要幫贊的人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